大江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头家啦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的词，就是咱做工课定定会用到的家私。家私汉字写作家私，罗马字写作哥A家，思伊斯，家甲私拢是第一条。在生活中，咱会用到真侪家私，亲像做工的时、修理物件的时、烧拍的时。喂，唔通烧拍啦！只要是用得到的，咱拢会当讲是家私。较细项的会讲家私头啊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恁讲恁兜有一款物件歹去啊？好啦好啦。师傅连面就炸家私过来修理哈。我头家啦，请问恁兜有啥物物件要修理啊？亲像这台电风的挂落去，就要用罗赖吧，甲锁好安，较袂冷气。啊，若像这块茶椅啊，酷酷显，我就会用片子甲钉啊背起来，用钢腿啊钉新的钉啊。安尼椅啊才会用。我们若是头家，嘛是一个电器的医生，处理电器问题时，定定爱用电线。为了无法互伊烧拍电，我拢会用电火布，甲接线的所在甜甜好好势，较袂危险。另外，甲大家介绍我上常用的家私，就是文公尺。这种尺若会当好春秋，阁有真侪特别的刻度，会当算出好吉条的寸尺。为着要提供乡亲阁较齐全的服务，做头家我开动笔，下一寡接饭的家私，亲像这支电钻啊，咱即马就来钻看卖。来，你过来。这就是人讲吼，无内在，阁嫌家私歹。明明是家己无才调，煞来嫌家私无够好。六家私、家私头啊、罗赖吧、片子、钢腿啊、电火布、文公尺、电钻啊，无内在，阁嫌家私歹。若需要头家服务的所在，一通电话，家私摕来，我随到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